我哋係珠灣聯盟，歡迎光臨。話咁快旅程就嚟到第4日，今日我哋會有大半日嘅時間逗留喺巴拿山，而喺呢個旅程入面，另一個我期待已久嘅景點黃金巨手托橋就係位處於巴拿山啦。呢個景點全稱巴拿山太陽世界，係一個綜合旅遊度假區，係由越南頂尖開發商太陽集團做主導進行開發。總投資額由最初嘅8萬億越南盾大幅追加至高達52萬億越南盾，折合大概160億港元。呢一座雲端樂園暫時有3個必訪嘅核心景點，第一個就係我哋而家排緊隊準備要搭嘅登山纜車。巴拿山海拔高達1487米，而且地形險峭，所以開發初期核心就係要解決交通問題。有見及此，太陽集團就全面引進奧地利纜車巨頭嘅頂尖設備同埋技術，成功打造咗獲得健力士世界紀錄嘅超長單線高空纜車，全長有成5.8公里㗎。而坐喺纜車上面已經可以望得到另一個核心景點，就係巴拿山最具代表性嘅地標黃金巨手托橋。雖然橋身長度只有150米，但係望落都好震撼啊！呢個景點受歡迎嘅程度實在唔講得少，落咗纜車只係見到人頭湧湧，幾經辛苦行到出去巨手托橋，人流絕對係有增無減。我哋後來先知道，原來6月份係適逢越南嘅暑假，所以我哋喺呢個月份嚟，除咗有世界各地遊客之外，仲有本地人一齊逼啊！山上面嘅天氣果然變幻莫測，呢邊廂仲有太陽，而下一邊廂就烏雲密布啦。趁仲有太陽，我同青蛙媽媽都要爭取時間留倩影啊！而我哋隨團嘅領隊同埋導遊亦都好好，佢哋分工合作，分別駐守喺2個唔同嘅位置幫大家影相。第一個影相位就係行到去巨手托橋嘅末端，即係呢一個位置度影返過去。而第2個影相位就喺第1個位置轉彎落去嘅呢一度，領隊話咁樣可以影晒一對手啊！影咗一陣間就已經落大雨，所以我哋入返室內補返最後一個 shot 啦。睇完黃金巨手托橋就差唔多到午飯時間，我哋要搭多一程纜車由山腰去到山頂。今日嘅午飯我哋係食自助餐啊！我哋食飯嘅呢一間餐廳佔幾層樓高，聰明嘅導遊二話不說就帶我哋去到最低嗰層，因為呢一層嘅人流比較少，相對上揾位同埋攞嘢食會容易啲。不過對於呢一餐都唔好有太大嘅期望，雖然話係自助餐，但係食物款式唔算多。成餐飯最欣賞嘅係有即綠烏冬可以選擇。食完午飯就係我哋嘅自由活動時間，亦都可以沉浸式咁體會呢一度嘅第3個核心景點法式村莊。喺呢一度嘅建築群完全仿照歐洲古堡同埋街道設計，仲有靚到不得了嘅噴泉、哥德式設計嘅大教堂、廣場、風車同埋花園等等。如果想玩得動態啲，呢度仲有一個室內嘅遊樂場、戶外遊戲攤位同埋冇咁刺激嘅戶外機動遊戲。如果想玩得靜態啲，可以去呢間外形好吸睛嘅啤酒廠度飲返杯新鮮啤酒。今朝早我哋等纜車嘅時候，工作人員通常會向每位遊客派發啤酒兌換券，中意飲酒嘅朋友就真係冇錯過啦。由於我同青蛙媽媽都唔飲啤酒，所以就去咗旅行社提供嘅呢一間餐廳度飲返杯八寶茶，順便休息下。購物方面，呢度有一間以城堡設計嘅 Pop Mart， 係越南現港唯一門市。咁難得，我當然入去鋪頭行一圈啦。當日Labubu同埋 Crybaby 受歡迎嘅盲盒公仔款式全部都缺貨啊。至於呢度嘅星巴克，都有好靚嘅巴拿山紀念杯賣啊。離開巴拿山之後，我哋就食晚飯。今晚係食地道中式餐，
整體味道都算唔錯啊！食完晚飯，我哋就嚟到情人橋欣賞航江美景，順便遠望埋呢條橫跨航江嘅龍橋。龍橋係峴港市最具代表性嘅地標，全長666公尺，橋身設計成一條巨龍。每逢星期五、六日同埋越南嘅重大節日，晚上9點鐘，龍橋就會舉行精彩嘅噴火同埋噴水表演。至於我哋參觀當日係平日夜晚，橋身亦都會變換成唔同顏色嘅 LED 燈光。今日嘅最後一站，我哋就係行夜市。由情人橋行過嚟只係幾分鐘嘅步程，呢個夜市集結咗豐富嘅在地街頭小食、海鮮燒烤、服飾同埋手工藝品攤位。不過真係太地道嘅關係，唔太適合我同青蛙媽媽。去到行程嘅最後一日，我哋仲有最後一個景點，就係去行商場。商場嘅2樓有一間 Winmart 超市，入面都幾大，可以買得到我哋想要嘅手信。買完嘢，我哋就食午飯。今餐都係食地道粵式餐，整體味道就不過不失啦。食飽飽，我哋就出機場準備返香港啦。5日4夜峴港會安之旅嚟到呢度就告一段落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敬請期待下一個旅行嘅遊記。多謝你睇到最後啊！如果中意我哋嘅製作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。如果中意呢段片，就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。拜拜。